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一段时间无公开和大家见面，就是前总统马英九下早参加台北市28公园的对事活动。伊讲有关人权的话题，该讲的也是爱讲，来听上新的讲法。今天是228事件73周年的前夕，我们照例呢到228公园福德正神这边参拜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会到这个纪念碑去致敬。因为明天这里有中央的活动，而我们另外呢也有228其他的行程，所以我们提前1天来参加。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追念的行动呢，能够让家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关心，让这个台湾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个伤痛呢，能够逐渐的获得缓和。我们一贯的立场都是这一类的历史事件呢，我们应该以非常严正的态度，也就是说要就事开始啊，论事啊，是非分明。